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哲文中文嘅頻道。今集嘅影片，我哋將會介紹梵高嘅另外一幅作品《麥田裏的收割者》。呢一幅嘅作品創作於1889年嘅9月，創作嘅地點係法國嘅南部嘅聖雷米。喺呢個時期嘅梵高，佢經歷咗多次嘅精神崩潰。同年嘅4月底，佢主動去入住當地嘅精神療養院。喺入住嘅初期，佢因為會被到院方所限制，唔能夠外出寫生，所以佢只能夠透過病房嘅窗戶去觀察療養院之內被圍牆所包圍住嘅一塊麥田。呢一幅畫作正正係梵高喺無法自由行走嘅狀態之下，對住嗰幅嘅麥田長時間凝視之後嘅結晶品。梵高亦都喺書信入邊親自講到呢一幅作品嘅寓意。佢會將畫中嘅一個收割麥子嘅人視為死亡嘅形象。不過呢一種嘅死亡並唔係一種悲劇式嘅死亡，而只不過係一種喺烈日之中、喺自然運行之中必然嘅結束。梵高認為呢一場嘅死亡係充滿金色陽光嘅世界之中完成，幾乎係帶着微笑所發生的。我哋認識完以上嘅創作背景同埋梵高嘅諗法，我哋再回到畫面嘅本身，我哋可以會發現到佢更加深刻嘅藝術特色。所以接下來就會嚟到我哋影片嘅重點，我哋會嘗試將個注意力完全放翻喺畫面嘅本身，由一種純粹嘅視覺角度去慢慢了解呢一幅嘅畫作。首先，我哋由構圖角度開始去出發。呢幅嘅畫作並唔係一幅開闊可供視線所遠行嘅風景畫，而係一幅被圍牆所包裹住嘅封閉空間。地平線被刻意地壓低，天空只佔據住畫面上方狹窄嘅一條色帶，令到觀者冇辦法能夠逃離畫面，而被牢牢地留喺麥田之中。畫面嘅主體麥田裏嘅收割者，佢並冇放置喺畫面中央嘅穩定位置。呢一種安排削弱咗人物嘅主導地位，令到人物並唔係畫面嘅中心，只不過係自然循環之中嘅其中一個節點。此外，梵高喺呢幅畫作入邊亦都刻意放棄咗傳統嘅單點透視法。喺前景、中景同埋背景之間，並唔存在清楚嘅遞進空間層次。前景嘅草地幾乎係貼近緊畫面嘅邊緣，仿佛向觀者傾倒。中景嘅麥田就翻湧成為一整片嘅波浪，背景嘅圍牆同埋遠山只不過係作為色塊嘅存在，並唔係精確嘅空間指引。以上嘅構圖特色能夠營造出一種壓縮而密合嘅空間感，令到整個畫面變得緊湊、充實，甚至會帶有輕微嘅壓迫感，暗合梵高當時被限制行動嘅生活狀態。接着就係色彩，色彩可以話係呢幅畫入邊一種最鮮明、最特別、最具象徵性嘅元素，因為整幅畫幾乎被各種嘅黃色所佔據，而呢種黃色並唔係單調嘅黃色，因為喺同一幅畫作入邊，梵高係會用咗不同嘅黃色，包括濃烈嘅金黃、偏橙嘅麥黃、蒼白嘅淡黃、蒼白嘅檸檬黃，形成咗豐富而細膩嘅層次。各種唔同嘅黃色，一方面對應緊現實之中烈日下成熟嘅麥田，另一方面亦都會有心理嘅象徵意義。因為喺梵高嘅語境之中，黃色唔單止係光芒同埋顏色咁簡單，甚至係一種生命正在燃燒嘅狀態，強烈飽滿，亦都暗示即將走向終結。接着，我哋再嚟睇睇梵高非常之極具標誌性嘅元素。筆觸同埋肌理。喺呢幅作品入邊，佢大量用咗口塗法，顏料會直接堆疊喺畫布之上，形成明顯嘅凹凸起伏。麥子唔再係被描繪嘅對象咁簡單，甚至有一種被主動去塑造出嚟，有雕塑般嘅實體感。呢種處理方法，讓到光線唔單止存在喺色彩之中，亦都存在喺畫面嘅表面。當光線照射喺顏料嘅凸起處，會產生實際嘅陰影，令到畫面喺視覺之上更具生命力。同時，筆觸嘅方向亦都極為特別，因為短促而有力嘅筆觸
沿住麥浪嘅起伏方向所排列，令到整片嘅麥田仿佛不斷流動翻滾，呈現出一種近乎有音樂性嘅節奏。最後，我哋都嚟睇睇線條同埋整體嘅動勢。喺畫面之中，幾乎揾唔到任何一條筆直穩定嘅線條，無論係麥田、草地，甚至係人物嘅本身，都由彎曲、斜向、略帶尖動嘅線條所構成。呢一啲嘅線條彼此交錯，形成一條連續嘅律動，令到畫面始終處於一種運動中嘅動態。即使麥田裏面嘅收割者正在進行緊重複性嘅勞動，畫面亦都唔會有一種靜止感，反而係呈現出時間不斷推進嘅感覺。特別值得一提嘅係人物嘅處理方式，因為麥田裏嘅收割者佢嘅輪廓並唔清晰，幾乎係被周圍嘅黃色所吞沒，仿佛會隨時消失喺麥田之中。呢一種模糊化嘅人物處理，進一步削弱咗個體嘅存在感，強調自然循環嘅主體地位。所以當我哋綜合嚟睇，梵高喺呢幅畫入邊，可以話係透過非傳統嘅構圖方式，單一色系嘅高度變化、厚重嘅不足同埋不穩定嘅線條，創造出一個既神秘又流動、既平靜又暗潮洶湧嘅視覺世界。呢一個視覺世界可以話係將梵高嘅情緒同埋哲學完全融合。如果我哋話呢幅畫嘅視覺語言讓我哋看見到梵高嘅世界，進一步我哋就可以了解下呢幅畫作背後嘅主題同埋情感，讓我哋真正走進梵高嘅內心。首先，我哋可以分析一下麥田裏收割者佢嘅象徵。畫面之中嘅收割者可以話係理解呢一幅畫作嘅核心象徵，因為喺西方嘅文化之中，麥田裏嘅收割者往往都會同末日、審判、死亡係會互相有關聯，帶有一種不可逆轉同埋終結嘅意味。不過梵高對於呢一種嘅意象作出關鍵嘅轉化，佢會指出麥田裏面嘅收割者雖然係死亡嘅形象，但係呢一種嘅死亡並唔悲傷，並唔黑暗，反而佢發生喺烈日當空之下，身處於一片耀眼嘅金黃色之中。呢一點意味住死亡其實唔再係對於生命嘅否定，只不過係生命循環之中嘅一個階段。正如麥子成熟之後一定會被收割，人嘅生命亦都必然會走向終點。呢一種唔係懲罰，而係人世間嘅秩序。因此，麥田裏嘅收割者可以話只不過係一個執行自然法則嘅角色。第二，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麥田嘅雙重意義。喺梵高嘅創作之中，麥田可以話係反覆出現嘅重要主題。麥田既可以象徵住生命嘅滋養同埋繁衍，亦都可以暗示成熟之後嘅衰亡。喺呢幅畫作入邊，麥田會呈現出非常飽滿同埋旺盛嘅狀態，佢色彩濃烈、不足厚重，幾乎要溢出畫面。正正係呢一種極致嘅豐盛，先至讓到收割變得不可避免。因為生命並唔係喺枯萎嘅時候被終結，而係喺最成熟嘅時刻被帶走。呢一種嘅觀點，令到死亡唔會再同衰敗嘅意象所相連，而係同完成、完全所相連。接下來就係陽光下嘅死亡嘅意象。呢幅畫最顛覆嘅地方，可以話係梵高對於死亡呢種氣氛嘅處理方式。因為喺傳統嘅藝術作品之中，死亡經常會伴隨住黑暗、陰影、夜色或者係荒涼嘅景象。不過喺麥田裏的收割者，一切恰恰相反。因為畫面係會被陽光完全充滿，幾乎冇任何嘅陰影。黃色唔單止係色彩，而係一種能夠覆蓋一切嘅光芒。呢一種嘅處理方式，象徵住梵高對於死亡嘅恐懼有一種暫時嘅超越。因為死亡唔再係突如其來嘅侵襲，而係喺光明之中慢慢完成嘅過程。喺呢幅畫作入邊，我哋可以感受到人嘅恐懼可以理解、可以消解，而唔需要否認死亡嘅恐懼。第四點就係人物嘅渺小。收割者喺呢幅畫入邊佔嘅比例極少，而且輪廓好模糊。收割者幾乎同周圍嘅黃色係會融為一體，缺乏明確嘅個人特徵。梵高喺呢一度
好明顯地係有意去削弱個體嘅重要性，凸顯出自然循環嘅主體地位。因為人喺麥田之中唔係主宰者，只不過係參與者。人唔係世界嘅中心，只不過係世界運行邏輯嘅過程嘅其中一部分。所以呢一種嘅處理方式，令到呢一幅畫作入邊帶有一種哲學性嘅謙卑。第五就係被鐵欄所觀看的世界。理解呢幅畫，我哋唔能夠忽略一個關鍵嘅背景，就係梵高喺精神病院入邊，佢係透過鐵欄去觀看呢一片嘅麥田。呢一層嘅觀看條件就令到畫作嘅本身帶有距離感同埋隔離感，因為梵高並唔係企喺田野旁邊勞動嘅人，而係一個被限制行動嘅旁觀者。因此，麥田裏嘅收割者唔單止係死亡嘅象徵，亦都係一種梵高冇辦法能夠正常地參與世界嘅生命狀態。當整個世界仍然喺度勞動、循環同埋時間中行走嘅時候，不過梵高卻無法正常地參與呢一個世界。接着就係宗教意象。值得注意嘅係，梵高亦都有借用到聖經入邊對於收割者嘅隱喻。不過佢今次冇將收割呢個概念導向審判或者係救贖嘅敘事，因為呢幅畫入邊並冇上帝嘅審斷，並冇天堂同埋地獄，只有自然、光芒、勞動同埋完成。所以呢幅畫可以感受到梵高已經會將宗教嘅意象慢慢轉化成為人性同埋自然嘅語言，令到死亡唔係一種超自然嘅事件，只不過係生命本身嘅一部分。所以綜合嚟睇，麥田裏的收割者呢幅畫所呈現出嚟嘅情感，並唔係絕望、恐懼或者係崩潰，反而可以感受到一種極度痛苦之後出現嘅澄明。喺呢幅畫入邊，我哋感受到梵高唔係吶喊，而係凝視，不是抗拒，而是理解。梵高冇去否定生命嘅恐懼，反而係承認恐懼同埋承認生命嘅有限。喺我嘅角度而言，我認為呢幅畫可以話係非常之成熟嘅作品，因為佢唔單止宣洩咗梵高嘅情感，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種痛苦之後同世界嘅和解。梵高理解到死亡，理解自然，亦都理解到人嘅有限。梵高並冇否認生命嘅殘酷，反而佢會選擇以光、以色彩為人生嘅終點賦予尊嚴。今集嘅影片我哋先去到呢一度，我哋下集再見。